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2年的11月3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45篇第1节到第5节，17节到21节。撒该利亚书第1章第1节到第17节。使徒行传第22章22节到23章的11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呼召。上帝呼召人得救恩，也呼召人来跟随他，更呼召人成为宣教的勇士。这当中还包括了呼召人回转归回，从背离到跟随。有一首圣诗，它的首句叫做迷路的人就应当要回转，迷路的人就行得转。这就是上帝的呼召。事实上是因为上帝的爱，上帝的怜悯，上帝的赦罪之恩。上帝透过先知的预言，当然就是呼召人要回转。先知约拿是如此，以赛亚先知也是，耶利米先知也是，约珥先知也都是，等等的这些先知他们的工作。今天的经文，撒迦利亚先知也是如此。上帝吩咐撒迦利亚说：“我是上主，我曾经对你们的祖先发烈怒，可是我现在对你们的信息告诉他们，叫他们不要再过犯罪邪恶的生活。可是他们不听，也不顺从我。你们的祖先和那些先知都不在了。我借着我的仆人，就是那一些先知，命令警告你们的祖先。可是他们不理不睬，终于自食苦果。后来他们悔改了，他们承认我上主万军的统帅是照着我的计划，照他们应得的惩罚了他们。这个是上帝呼召先知撒迦利亚的工作，也就是去呼召以色列人回转来跟随上帝。撒迦利亚先知转述了天使与上帝的对话。上主的天使就这样说道：“上主万军的统帅啊，你向耶路撒冷和犹大各城发怒已经70年了，你还要多久才会怜悯他们呢？”上主用仁慈安慰的话回答那对我说话的天使。天使要把我上主万军的统帅所说的话宣告出来。他说：“我深深地爱惜耶路撒冷，我的圣城，我却对那一些想安逸的国家发怒，因为正当我抑制对我子民的怒气时，他们却增加了我子民的痛苦。因此我回到了耶路撒冷，要怜悯这城，我的圣殿必须重建，圣城必须重修。”圣经明白地告诉我们，上帝的呼召是因为上帝的怜悯，因此上帝要让以色列人归回。
要让圣殿再次的被重建。因此，上帝就差遣了天使、先知来传递他恩典的呼召。以色列人当初就是不回应上帝的呼召，仍然处在违背上帝旨意的状况之下，也因此才会被掳到巴比伦70年之久。当我们看到保罗的宣教旅程所遇到的困境，除了民间宗教反对势力以外，希腊哲学的扭曲，当地文化的差异，更严重的就是碰到那种犹太人的跟骚滋扰。当保罗结束第3次的宣教旅程之后，他回到了耶路撒冷，保罗就受到了犹太人的控告，并且就被逮捕接受审问。今天的经文《使徒行传》，我们也看到了一群控告保罗的犹太人，他们大声喊叫：除掉他，除掉他，他是该死的。这样的场景带我们回到耶稣基督受难受审，他在众人在这个比拉多的面前高喊：钉他十字架，钉他十字架。但是我们都知道，无论是耶稣基督或是使徒保罗，他们都是无罪的。但是犹太人们却同样的用这种政治罪来控告他们。他们说，保罗说有一个犹太人的王。他们又控告耶稣的时候呢，就说他自己宣称是犹太人的王。犹太人真的是因为自己的骄傲、自己的坚持，他们完完全全的忘记了上帝的呼召，就如同他们的祖先一样，他们得罪了上帝。然而保罗他虽然面对生命的威胁、极大的困难，可是他没有忘记上帝给他的呼召。他在面对审问时，仍然不忘记要宣扬耶稣基督复活的救恩。他说：同胞们，我不知道他是大祭司。圣经说过，不可毁谤治理人民的长官。保罗看出这一群人当中有一些是撒都该党的人，另外有一些是法利赛派的人。于是他在议会里面高声说：同胞们，我是一个法利赛人，是法利赛人的儿子。我今天在这里受审问，是因为我盼望死人复活。在面对法利赛人、撒都该人以及会众的喧嚷、扰乱，保罗仍然坚持自己所领受的呼召。主的灵也与他同在，并且呼召他说：你要有勇气，你已经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，也必须照样在罗马做见证。基督徒的我们所领受的呼召是什么？那我们所面对的困境又是什么？会影响我们成为我们的阻碍吗？诗篇145篇第1节到第5节，17节到27节。我的上帝啊，我要宣扬你的伟大。我的君王啊，我要永远感谢你。
我要天天感谢你，我要世世代代颂赞你。上主至大，应该大受颂赞，他的伟大无法测量，世世代代都要宣扬你的作为，他们都要传布你大能的事迹，他们要述说你的荣耀和尊严。我要传布你奇妙的作为。17节，上主的作为都是公义，他所做的都有怜悯。上主亲近所有求告他的人，他接近诚恳求告他的人，他要成全敬畏他的人的心愿，他要垂听他们的呼求，拯救他们。他保护所有爱他的人，但他要消灭那邪恶的人。我要赞美上主，愿一切被造物永远颂赞他的圣名。恳求上帝帮助我们，记得我们的呼召，帮助我们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境，都愿意坚持勇敢的为主做见证，宣扬主的福音。祷告祈求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